过无偌久，这台南规人的湿气就要大出，惊风台霜冻，农民透早赶紧摕落啊来甲这湿气落起来，保护好势，也用锁啊加强固定。凯美风台已经到位啊，台南风雨有影愈来愈明显，规大片的湿气园，树丛被风吹甲摇来摇去，有的果实被风扇到到底，拢落伫涂骹。台南规人种湿气总面积有62公顷，是西部上济。本正是采收前才陆续脱落啊，农民惊这摆风台风雨大，透早因先赶紧甲割粒先脱落啊，保护好条。加上湿气重千斤，因嘛用锁啊做固定，就烦恼一冬的心血会乌有去。果粒要套带四肢，较袂去陷着咱的果粒啊。当然风啊愈少，阮应用的层面就愈少啊。啊，你也愈大，通割粒当时嘛湿。拢落落来啊！做风台是尽量做尔啦，你若风大嘛无法力啦。风台毋但影响着果子、菜色计数嘛加减有起价。这家庭主妇趁雨甲细阵，赶紧挂菜篮去市场买菜。边仔头家是无因试试咧下菜，啥物菜质影响上济。看那讲金瓜因为天气关系种袂起来，地势计数悬，那淹水惊热嘛惊雨，一斤即阵是起到300外，也那叶仔类总体是起2成。惊菜一定会起去啊！搁要一寡大料准备迄个风台，那这2天风台搁风搁大，会当先准备起来。上大无菜啊，无菜就会减收，较欠收。你菜量少，就一定会起价啊。金龟伊波动比较大嘛，大概一斤偌济？30几块，即摆起啊40-50块嘛。大蒜较悬，大蒜伊热天哦拢接袂起来吼，即摆算较悬。即阵来市场的人客平常时啊加3成，那菜价要稳定，反而讲爱去观察后续风台对产地影响才知影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